時代論壇聲音專欄，每周精選。2012年7月15日專欄，凌風化雨，作者彭順強，題目係從羅慧娟到魯益師演繹真愛。7月1日係數以萬計市民上街嘅憤怒日子，同時係藝人羅慧娟傳出死訊嘅悲痛一日。回顧羅慧娟嘅一生，從書劍恩仇錄到蓋世豪俠嘅演出，從與香港男星到台灣男星嘅情緣告終，從失聰罹患抑鬱症、胰臟癌到逝世，呢一切都叫人惋惜。但係佢對生命嘅熱誠同埋對信仰嘅堅持，叫人佩服。佢喺預先製作嘅30分鐘葬禮見證短片8分鐘嘅遺言入面話，呢一個係神嘅恩典，我嘅人生好圓滿，係開心離開嘅。並且佢丈夫劉志敏對佢嘅不離不棄嘅愛，亦都確實叫人感動不已。佢哋兩個見證咗真愛嘅偉大，呢段不死嘅愛情令到我聯想起著名作家魯益師同埋佢因為癌狀離世嘅妻子嘅堅貞愛情。魯益師為香港人所認識，係佢7冊嘅魔幻王國小說，但其實佢著作好多，一共出版咗35本書同埋300項其他嘅作品。魯益師50餘歲嘅時候，同一位嚟自美國嘅作家喬伊經歷咗佢人生中最浪漫嘅時光，但可惜呢一個其實係一段遲嚟嘅情緣，因為喬伊喺1956年被診斷患上末期癌症。喺1957年嘅春天，喬伊喺醫院病床無奈咁等待癌症奪取佢嘅性命。有一位神父為佢同埋魯益師用基督教嘅儀式成婚。後嚟奇蹟出現，喬伊突然間恢復咗體力，於是佢哋一齊度過咗3年極為快樂嘅生活，亦都一齊前赴希臘以實現喬伊嘅夢想。此後佢因為癌病喺45歲時逝世，當時係1959年。太太逝世之後，魯益師經歷咗一段極為哀傷同埋痛苦嘅日子，當中一啲經歷記載喺佢後嚟出版嘅《卿卿如晤》一書。以下嘅情詩從來未喺魯益師有生之年被出版，而且冇寫作日期或者任何注解，但內容明顯係描述佢同患上癌病嘅喬伊之間嘅愛情。以下的話是用浮華的文字去說愛你。自出娘胎，我所思所想都自私，由始至終我唯利是圖，只顧自己。我想要神，想有你和所有朋友來滿足我自己。平安、心安、歡愉是我所追尋的目標。我無法擺脫這副皮囊。我談情說愛，學者餵養的鸚鵡也能講希臘語吧，但因自我封鎖，終究原地踏步。此刻你教我知道自己的不足，但太遲了。我看到之間的鴻溝，你的一切將為我的心變成一道橋，叫我走過這道橋，從秘魯歸回，長大成人。但可惜這道橋快要斷開。神雕俠引用晏丘詞慨嘆，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但喺21世紀，大概已經唔會有咁多人會咁樣去問。我哋已經活咗喺一個愛情快嚟快去嘅時代，合則來，不合則去，寧願同居都唔願意結婚，未結婚已經要簽訂離婚不分身家嘅協議書。或者
羅慧娟嘅婚姻同埋魯益師嘅婚姻，正好為呢一個已經唔相信永恆愛情同埋婚姻嘅年代，做一個正面嘅教材，呼應保羅所講，愛是永不止息的。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